第12集出航。哼，这小说写甲真歹，怎有个讲甲遮尔冤枉的？哈罗的尾流倒起来，甲臭花大的尾仔尾分分的。你是讲郑顺聪写的大水啊，搞火气是懊悔？大汤问，敢个有别本？全天还用台语写新名车跋柄的作品，苦拼拼的小风神掠我，要100年啊，顶无使。台湾人真憨慢，拢去看迄希腊、罗马、北欧、日本的神话，毋知影家己的生命故事是世界精彩。读嘛毋知读，写都袂晓写，去互外口的懊悔骗甲戆戆说，毋知厝内这是宝，家己的信仰语言参故事拍远去，唉，悲哀啊！哈罗甲尾流轮直拍一个哈气。敢会郑顺聪写我拖汤的来打鸟人险的囡仔故，剧情奇幻，亲像拍电动，一关一关过，不止啊刺激，到今我是真满意。大汤学了大水爷搞火气这本故事。切，空看嘛，骗迄3岁囡仔，你看。故事到呾写甲遐蹊跷，无法度收煞啦。无，你问成风爷。哈罗头撇对边仔去。万好爷安尼讲，我来甲想互斟酌。这个故事有影是歹空。成风哪捻喙手哪海头。你看，若是我，成风嘛安尼想。哈罗后脚压起来，甲后门热热咧。成风爷啊，你头拄仔讲，咱打鸟的土地有一条乌龙崩坑，通去徛好王爷遐去，爱为咱庙的古井跳落去才会到。毋过观音惊有生命无张甜跋落去，就甲喙口封起来，搁设一个机关洞咧。全打鸟知影的，敢若福安寺的大将爷，顺这个理路掠倒转去。咱就爱去问大将爷机关伫倒，拍开机关，跳古井行乌龙崩坑去徛好王爷遐讨救兵，出动乌鱼喷水，甲臭屁的鬼王伺候花，任务完成，我拖汤就过关啊啦！大汤讲的比唱的简单，这故事机关遮多，一个夹一个，收复杂啊啦！这个地顺聪南三下，这出戏我变大半啦！我要死这个头路。哈罗倒伫涂骹，袂爽叮当。冤巧复杂无大紧，要紧的是理由爱把，理路就透。迄个，成风爷小借问一下，听讲你负责打鸟的治安，若有闲就去刻考文书，册读真济，学问有影把。我是要问。乌龙崩坑是安怎来的？大汤问。其实乌龙就是恁邻舍讲的石油，毋是买啊迄间豆油芳格顺的品牌哦。这足少人知的，连好爷嘛毋知影。我是做电调才发现，民雄的土地买一只乌龙，体价毋是介错。成风讲到一半，土地公吐乖啊抢话头。讲到这个乌龙，就要问我这个老先讲，你拢毋知打鸟鸡仔会出航哦？出航？敢是发航？我若弄到正空发炎症起来疼丢丢，阿嬷就讲空喙发航啊啦！大汤安尼想？毋是啦，发航是皮吧，出航是土吧，航。就是恁人讲的假死，迄条乌龙仔囝会喘气，才来出航。土地公话也袂讲煞，换成风占话。你莫伫遮讲遐个老公仔话啦，着要到21世纪啊，咱新民着爱科学化、现代化。迄毋是啥物乌龙喘气，是土面下骹的石油吸出来天然气啦。你是买一颗乌仔番薯？无，我问你，乌龙仔囝为什么会飞走？
土地公举拐仔转涂骹，着天然气煞了，石油就无去啊！新凤甲土地公言，讲甲你捌，开口就拍干。你毋知啦？早前民乡街仔有涨价，请人去因的后城动井，闻着风的味，就接讲来兄滚水。听讲泡出来的茶添3分甘甜。尾啊，民乡街仔人听着风声，一家一家就来动井，动到乌良囝挡袂牢，飞走去。土地公讲甲嘴角全破。啊，你拢讲迄有空无损的，我有证据啦！新凤摸一摊的物件，甲摸一本抽出来，音也半半咧，现到摸字啊，镜头啊比落去。你看，新闻有报，某某药房盗讲引红使用，开关无锁好好，雅术老舍煞爆炸，规间厝烧甲乌哒哒，好佳在人无安怎。新凤甲剪报捏出来，互拖汤看。你过来看报告，我根本是伫现场咧。你伫现场，那无去互烧着？你拢是按客甲报告怎样的预口消息，毋知影现实的社会。我无像你老天讨，无证无据，为山为水为好人。新凤交土地公目睭对目睭，一个气噗噗，一个欢爸爸。拍起来，顶高机啦！哈喽，徛起来，袂流乱乱喊。快滴着是乌龙无去，留剩一条崩坑，咱就爱去找喙口。地顺聪，你实在真无空啊！高松社甲老草免讲，佮创一拍新凤交土地公烧济戏，连作家写一字嘛忝无偌济，安尼摊白骗高仔钱嘛毋是款，颠倒拍歹名声。哈喽，目睭银乌乌，对迄个地顺聪。Hello， 你伫故事内底去骂故事外口的作者，安尼无法度过关啦。拖汤讲 Hello， 你甲我叫，我就甲你叫。地顺聪哪讲哪写，写新凤交土地公，搭甲全风火，月头行无共路，转去后殿。行出去故事，暂时来退场。Hello， 你莫甲作者还价啦，新命哪来哪少，关会愈来愈恶破啦。拖汤真正是目头巧。好啦，无论安怎，这部棋嘛是爱行落去。哈喽，叶尾，过不离中。